港鐵3架南港島線列車已經抵達黃竹坑，為咗2016年年底通車目標作測試準備。列車將會由全自動控制系統操作，服務會更加穩定。系統設有自動修復功能，車站控制室會監控到列車嘅情況。如果列車出現問題，亦都可以遙距操作。喺車廂方面，首次引入欖形扶手設計，等企喺度嘅乘客可以更加鬆動。每一卡車廂設有4部閉路電視，車站控制室可以即時了解到車廂嘅情況，處理乘客嘅求助。南港島線土木工程負責人黃建維表示，截至2月底，整體工程已經完成咗84%，但原先預期上個月可以完成到嘅金鐘支撐工程，由於遇到地質嘅問題，淨係完成到70%，而利東站其中一個出入口亦都因為地質問題，工程可能會延誤。即係利東村個出入口個豎井個基礎部分咧，就遇到一啲地質嘅不可預計嘅地質嘅狀況。咁咧，我哋變咗花多咗時間咧去進行嗰個地基工程。咁而最近大家都可能都會知道，就因為而家香港本身個勞工嗰個都係比較緊張嘅嚇。咁我哋都盡最大努力咧，就希望可以追翻啲工程，追翻啲時間。但黃建維表示，南港島線列車唔會好似西營盤飛站局部啟用，預期整個土木工程可以喺2016年年底完工。說在線記者羅廣俊報導。